欢迎每一位在今仔日三甲做伙参与，甚至会当观看这个直播的兄弟姊妹，咱做伙同心伫上帝面头前，咱三甲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同心向你呼求感谢，感谢你将平安的心赏赐予阮，互阮伫这个运动中会当明白，伫主的内底毋但有赏赐快乐，嘛是将平安的福气赏赐予阮。虽然国际社会因为疫情所带予阮侪社会混乱，需要秩序的声，总是当阮学习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头前，你也要予阮的生命的确有信心，会当有快乐来承受上帝你要爱阮来管理的土地甲国家，予阮会当通领受到丰富的平安，为着安尼来欢喜快乐。主啊，这时阮也要恳求圣神对顶面来管握落来，予阮伫逐样的处境的内底，旷野的性命也会当变做肥的园，予肥的园嘛会当亲像树林相款。愿你这时听阮众人对你呼求的祈祷，予阮对你的话语中会当来得到生命的智慧，予阮的生命嘛会当清楚明白你所赏赐的恩赐是甚么。做主，你世间上好的管家。主啊，这是阮一生，也是上帝你爱阮学习的，嘛予阮会当学习伫圣神的中间来运行做工，继续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上帝爱咱伫伊的面头前，会当做伙用祈祷，一起在祷告当中来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领受，期盼每一个在神的面前能够预备好心的人，让每一个人预备心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能够得着生命的盼望，好不好？邀请你，也能够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还有家人、亲戚朋友，我们一起能够邀请他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一起来收看直播，一起来观看直播。因为教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要做全面性的消毒。那也期盼我们这个礼拜，我们用这个直播的方式来观看，也求神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跟敬拜。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神。上帝爱咱伫听候的内底来经验上帝伊美好的听他。当咱陪伴咱的心，上帝伊嘛要爱咱会当伫伊的内底来经验到上帝伊满满的稳定甲祝福。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我要听候耶和华。我要敬拜天
咱拄着心理款的困难，伊总是诚做咱拯救甲帮助，互咱会当徛伫迄个关台顶来看见上帝为咱平凡的付出。主，我满心感谢你，赏赐互阮会当伫风清云顶中间来看见上帝你为阮平凡无相款生命的活。愿你赐互阮会当经历上帝你互阮的生命是会当领受稳定、领受快乐的生命。专心听候也好花，也要主心仰望伊。你暗时称赞伊信息，你早时学落伊的慈爱。这是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基督徒用奉献来成做用咱的生命的行动来回应主。虽然咱用直播如果你是你就近的教会你毋是大桥教会兄弟你嘛是有缘会当将你你心内的感动甲奉献透过奉献的行动带到伫上帝教会来祝福迄间教会。这拢是上帝互咱生命真美好的祝福。欢迎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将咱即礼拜应当奉献互上帝咱会当家备办好，用一个录甲准备放咧后礼拜咱会当做伙带到伫上帝面头前，做伙来奉献。这时咱做伙同心来做奉献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你通过我每一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来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这是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到第11节。咱做伙看正手边，我用台语汉字版来做伙来读。若是万事的结局均啊，所以着自在节节来祈祷。第一要紧，大家着切切三听。因为疼是惹坎最挂，大家三接待，无得熬熬念。逐人照所受的恩赐三服侍，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若有宣讲的，就亲像宣讲上帝的调命；有三服侍的，就亲像用上帝所赏赐的力，互上帝对耶稣基督伫万事为得到荣光，伊有荣光有关联到代代无煞。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虽然今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用一个直播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聚会但是上帝嘛，互咱会当有这个机会做伙伫安静听候的中间，
三甲来领受上帝要对咱讲的话语。邀请你往你边仔的兄弟姊妹，也是往你边仔的亲人朋友，甲伊讲，上帝要赏赐互你稳定的祝福。今仔日牧师要用一个主题来跟咱做伙分享，上帝的儿女拢有伊的恩赐。美学大师朱光潜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有的人啊，这先天啊，这先天的能力非常好，但是伊的成就却是非常的平凡。那亲像讲，伊有真侪本钱，却是伊无法度通做出大的胜利。还有一种人是因为有的人伊先天并毋是真牛，但是咧，伊的成就却是非常的可观，非常的无相款。那亲像讲，伊本来只有少少的钱，但却是伊会当做大事业。兄弟姊妹，伫这中间，朱光潜伊讲差别伫倒位？差别伫伊是毋是一个会晓努力，或是伊袂晓努力的人。所以兄弟姊妹，意思就是讲，若是咱是一个美术的人，若是一个要成就一个无平凡的事，爱透过啥？爱透过你是毋是努力，还是无努力？所以我认为，牧师认为，真的是每一件事情都是需要尽心要去努力。就算你伫服侍，你伫亲近上帝，逐项事顶面你拢需要会当伫努力的中间，会当尽心来去突破，互你的生命会当变了无相款。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需要学习，因为圣经内底，上帝伊常常真介意会当使用迄个平凡甚至真微小的人，去成就一个不平凡而且能够非凡的伟大事业。我想咱拢真清楚了解，这是上帝互咱了解的事。上帝互即个玛利亚，伊会当伫安怎？伊伫即个圣神的感恩的中间，约瑟，伊的丈夫，会当伫伊还未会当成婚以前，但却是已经受到圣神的感动的怀孕来生耶稣。我感觉这就是一个非常真简单先天可能无真平凡的人，但总是伊却是会当成就一个上帝所要成就的大事。兄弟姊妹，管理大师一个真有名彼得·杜拉克，伊一生的中间写39本册，有15本拢咧讲起管理的工作。伊内底有一句话讲，伊讲管理的上悬的境界，就是互平凡的人会当去做无平凡的事。所以兄弟姊妹，我想起过去，我咧想讲，我真常常伫我细汉的时候，常常咧想讲，我一直无法度了解，为什么上帝要互我会当伫我的老爸老母所生的即个家庭，我伫即种家庭来成长大汉。因为我细汉，我的老爸就爱我去做工作。会当安怎做乌手，甚至伫伊的工课顶面，阮拢爱参与。我咧想讲，爸爸这个工课，敢若你较有力呢？你做的应该比我较牛咧，较紧呢。阮都袂晓，啥怎你要爱阮做？伫迄个过程的中间，甚至我嘛咧想讲，这寒暑假，逐个囡仔，逐个我的同学，因拢会当安尼出去佚佗，但是阮却是拢伫厝内饲鸡饲鸭。甚至做事，甚至伫遐做乌手，我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一直咧感觉奇怪。甚至我开始咧想讲，我的老爸老母常常甲我讲起，讲做兄弟姊妹着安怎，亲人的关系着安怎样，甚至对待外人礼貌上嘛着安怎做。有真侪学习，总是无有一项代志无必要求。这是我对细汉到伫我大汉了后，我一直拢咧想的代志。甚至我常常咧甲我的老爸讲，甲我的老母讲，为什么阮爱学遮多？功课也爱顾，钢琴、唱歌，做项工课也爱学。有真侪物件，我真无法度通学得了解，为什么爱安尼？
然后我问我爸母问了后，因安怎讲？因讲因为过去阮真善，阮无这个机会。现今你已经有，你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啊！这个时候你们要好好把握、珍惜啊！一直到有人咧甲我问讲，委员牧师，为什么你会奉献你的生命给上帝用？为什么你的年纪，互我看起来感觉你的眼界无啥相款？最后我终于了解，原来这就是上帝咧讲的。上帝伊介意用的是一个平凡美岁的人去成就一个无平凡的事。我的老爸，伊是一个平凡美岁的人，但是透过伊的囝，会当有机会来参与做上帝的圣工。这嘛是我后来在思考，当我的老爸伊无法度通理解的时，我终于了解原来这是什么意思。当咱看见咱的青少年当中，治安，伊对文书行政，伊可能一开始嘛毋捌，但是学习伫陪伴，伫学习来制作这个文书的工课时，伊愈来愈知影要安怎样成就上帝国的事，就是帮助牧者，甚至会当扶持陪伴这个青少年，会当伫未来会当成就上帝国非常无平凡的事的工作。所以兄弟姊妹，为什么上帝要使用一个平凡的人来成就非凡的事业？咱来了解平凡的人有什么款的特点？平凡的人，第一，伊要知影，伊会晓知影什么叫做谦卑，甚至伊会知影什么叫做顺服，甚至伊嘛会晓知影要安怎样愿意去学习的人。这就是平凡的人。上帝教会无需要什么款会当超级大英雄，什么拢做到，的人较会使服侍伊。因为上帝伊日日拢在敲找人，得爱信从伊的人。伊要安怎敲找迄个会当信伊，阁会当跟对伊的人，甚至伊嘛真介意迄个委身侍奉伊的人，会当将伊的生命亲像一个委身的器皿，互上帝来用。上帝嘛要互咱会当知影，上帝的教会需要一群会当互上帝圣神来甲你装备，会当互你的生命真实来去领受什么叫做稳定的相事。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拢需要温素的溃烂，逐人拢有一个温素溃烂。什么叫做温素？也就是讲，基督徒会讲，上帝是稳定相事的上帝。稳定的相事，毋是要互你成做一个敢若会当享受的人，乃是要互你成做一个会晓感谢上帝稳定的相事，然后互你的生命会当重新带来溃烂，来祝福别人。所以今日圣经节伫第4章第10节一开始讲起，讲逐人照所受的恩赐三服侍。注意哦，要三甲服侍是爱照所享受的恩赐，毋是照所享受互你的稳定。安尼较好得了解。我认为稳定有一个真要紧的关系，就是要互咱的生命伫稳定的享受上帝丰富的稳定的享受内底，得到生命的快乐。什么是生命的快乐？也就是让你的生命能够带出明白什么是上帝所赏赐的恩赐。咱用温素来彼此相服侍，来做上帝百般稳定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这个百般希腊文的原文的字叫做 poikilos，poikilos 代表啥？代表的是色彩缤纷，最种色地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司徒德，这个司徒德牧师，伊捌做一个有一个真有力的这个解说啦，伊讲啥？伊讲叫做上帝恩惠，那亲像100度安怎精心的这个绣织品啦，100度伊就那像迄个用尖去雕刻出来去填出来的这个图面。伊讲属灵的温素就是迄个许多的彩线交织成花样丰富绚丽般的全图。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的生命若会当按照上帝所享受的温素，
来发挥功用的时，变会当安怎？会当成就上帝所要成就的大事。这是真要紧的工课，嘛是真要紧爱认真的事。我想咱一生啊，你的立志，你会想讲，我要安怎样会当得到平安，得到成功的产业。但是时常咧想，咱是毋是按照上帝所赏赐的恩赐，来将伊来大大来甲伊发挥出来，来成就上帝美好的心意？这就是咱爱去了解。所以兄弟姊妹，腓立比书第2章第13节讲，因为恁有迄个意愿，有迄个所行，拢是对上帝为着伊的好意来行伫恁心内。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意思就是讲，当上帝赏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跟人家分享祝福的时候，咱会去想，咱咧想讲，咱要安怎对咱的心底来去祝福别人的时阵，为着要创啥？有这个目的呢？这个目的就是爱成就上帝美好的心意啊。所以倒边来想，为什么咱观看咱的一生，看起来敢安怎？拢敢若无成就上帝什么的美好的心意啊？为什么？因为咱将咱的心思、将咱的意愿放伫所在。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圣经在讲，若是万事的结局近啦，咱就爱做一个真要紧的工课，叫做啥？叫做着自在节制来祈祷。自在佮节制，哦，这特别吼，这很特别哦。伊是甲讲自在佮节制，有当时咱节制吼，节制了以后，你要能够自在不容易啊。可是你要怎么样又自在又节制的生活来祷告？这是台语的讲法。华语的讲是叫做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所以第一项真要紧，圣经甲咱讲起，咱需要谨慎祈祷，咱才会当甲世界来做接触。这也就是按照会当拥有上帝丰富的这个恩赐，咱要安怎样彼此服侍做好的关系以前，头一项真要紧的工课，就是谨慎祈祷。一个威廉 Robinson 传教士，伊讲过，伊讲你若无谨慎祈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伊讲啥？他说：试探在你面前，你无法对付；仇敌在眼前引诱，你无法站住；四周的压迫，你无法忍耐；和神的交通，你无法维持；和同作肢体的朋友发生隔膜，你不晓得如何解决。好，这有当时吼，咱嘛是安尼吼，拄着甲兄弟姊妹有冲突的时阵，你唔知要安解决，其实就是安怎，就是祈祷。伊佫继续讲，伫无信的人面前失去了生命见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精心祷告，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的脾气就彰显出，我们就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安静心来听对方说，所以这个很重要。祷告，属灵的能力会消失，爱主的心会冷淡，做事凭自己的喜好，不凭神的旨意，你会觉得你和神离得非常遥远。兄弟姊妹，这就是啥？这就是无祈祷的一天，等于是堕落的一天。这是威廉 Robinson 传教书伊所讲。伊讲，他说祷告的时候，如果因为疲倦为借口敷衍了事，你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这一天或许照常过去，但包含在祷告里面的新鲜的力量没有你的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大的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需要警醒祷告。我们一起学习，也一起操练。在你生活当中，吃饭的时候，先学习谢饭祷告。当你遇到困难，你学习安静心，告诉自己，我要祷告，在心中默念、默想，
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透过你的智慧，让我用基督的心为心，来为对方祷告，为我现在的处境来祷告。非常有名的花木甘泉的考门夫人，她曾经说过，她说信徒们不要做无谓的冒险，把警醒祷告这件事情忽略了。她说不祷告的生命可能在外表忙忙碌碌，但是却远离了日夜为我们向神呼求的救主耶稣基督了。那怎样？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时常当他在世上跟人接触传道的过程，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相信他每天早晨他都是透过祷告来重新明白上帝的心意。那他祷告什么？一定是祷告他可能昨天、今天，或者是他曾经面对过的问题，他要怎么样说出有智慧帮助祝福他所要祝福的对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不祷告，我们可能因为外表非常的忙碌，可是我们却是远离了那个曾经为我们代求的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都在为我们祷告。兄弟姊妹，今天的圣经节嘛，跟咱讲起第二项真要紧的基本的生命学习。这个学习也就是咱爱咱安怎？爱咱就爱彼此切实来相听。什么叫做切实相听？咱来看今日圣经节第8节讲，第一要紧，大家就切切相听，因为听是惹坎最寡。各位弟兄姐妹、兄弟姊妹，切切相听、切实的相听是什么意思？有两个意思。第一项，不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名誉，也是地位甲责任，你才通去听别人。这不是这款的关系。听别人不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啊！你为着讲啊，我要得到这个人，得到这个人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来听伊。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去听伊，所以我去听伊。我感觉嘛不是安尼。有当时你讲你这个责任，但是当伊不断来对你安怎样的时阵，你却无法度搁该听落去。所以兄弟姊妹，听人切切相听，代表意思叫做合伫对方的需要啊。所以听一个人，不是讲你用听的款式来听伊就好，你要了解伊，你要知影伊的需要。所以有一个故事安尼讲吼。这一个童子军的这个老师伊请学生会当来报告这个日行一善的工作，所以呢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有4个学生就做伙举手讲起讲因捌辛辛苦苦会合作来帮助一个老大人来经过迄个啥，经过迄个交通真繁忙的这个交通的这个十字路口这个老师伊真戆影嘛感觉真奇怪。伊讲较有需要讲爱4个人做伙合作来办这项代志。后来这4个这个同学就甲老师讲，因为这个老大人伊非常的固执，伊无愿意过车路，因为伊毋知影要安怎过去。伊嘛认为伫遐伊行动无方便但是伊阁要过去，伊嘛无啥想要过，毋知要安怎过。想要过也无法度，所以伫个过程的中间，因着4个人将伊甲举过。兄弟姊妹，这互咱看见人切实的需要、需求，才是真正行好的关键，敢毋是？注意，人切实的需要，毋是靠咱所了解。所以兄弟姊妹，教会传福音关怀人的行动，敢是牧师干那牧师的责任吗？我认为不是，乃是啥？乃是信徒全体的任务。这是咱来学习，嘛是爱咱做伙来做的事。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予咱每一个人拢有无相款的恩赐。你爱做主好的管家，来得主的欢喜。要安怎做？要安怎做？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透过今仔圣经节。第4章的第10节到第11节，安尼讲讲道啦，
讲即个传道啦，吼，逐人着照所享受温书三服侍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若有宣讲的，着亲像宣讲上帝调命；有三服侍的，着亲像用上帝所享受的咱。吼，所以头前讲起，讲你着爱有宣讲的人，嘛有啥？有三服侍的人。这意思是讲有讲道的人，嘛有分享信息的人。那像伫教会内底有牧师、有小组长，嘛有团队的领袖，这敬拜团的团长，圣歌队的队长，还有家庭的领袖、工作的领袖。咱爱知影，当咱扮演这个角色的时阵，咱着爱了解，传道者，你就是只做一个传道的人。但是传道的人要安怎做？传道的人是爱传上帝的话。传道这个道啊，毋是发表你家己的意见啊。讲道的人，这个道啊，你咧讲上帝的话语啊，讲圣经的话啊，解说圣经的道理啊，大家人拢会分享啊。但是一个讲道的人成功无在伫伊的口才呢，嘛毋是讲话外了偌好听呢。注意哦，若要讲上帝的话，分享信息真要紧，乃是爱照上帝的话语的正确性来去讲。所以咱咧讲，传道的人是传上帝所交托的信息的，毋是传家己所发明的道理的。迄个条件是在伫这个人伊甲上帝关系是好的。阿们，这是我心中非常感受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第二个，咱爱知影，传道的人伊必须爱肯定伊所讲的话。当你讲，你知影你要讲，但是你讲出来时，你未肯定啊。什么叫做肯定？就是讲，伊是上帝予伊伫伊的处境，伫伊处境甲人群的中间所讲的。也就是讲，伊讲的话毋是凭空想象的，这是第二项。讲道分享的人，伊必须爱个安怎？伊并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一个这个教导的人，甚至传道的人。咱来了解，每一个人拢是会当为主做见证。你无拄拄一定成做一个传道分享信息的人，但是你会使讲你的故事吧，做见证啊，我感觉这是一个温书能力的培养，真要紧的工课。但是，所以咱会当了解教会无论中职、长老执事，无拄拄逐个人拢会当做长老执事。但是安怎？每一个人拢会当伫教会内面安怎彼此服侍？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概念。第二项，圣经嘛甲咱讲起，咱今日所看第11节讲起，咱着爱诚做会当诚做一个服侍的人。什么是服侍的人？也就是按照上帝所赏赐的馈力，才会当安怎才能够事半功倍，不是事倍功半哦。只要你是按照上帝所赏赐的力量来做，来面对你的人生，我相信你的生命是事半功倍。也就是说，当你做一半的工作，你都能够感受到非常大的能力，然后得着更多的祝福。但是有的人伊毋是要倚靠上帝的气力，伊靠家己。伊当伊跋倒，当伊做啥物代志付出足多的时阵，结果竟然拢无法度通得到啥物的时阵，这叫做事倍功半。所以兄弟姊妹，丘吉尔英国首相的丘吉尔，伊的一生的中间捌死过2摆，拢是共一个人甲伊救。这丘吉尔伊出世伫这个贵族的内底，家庭的内底有一个池有一个水池塘冬天的时阵呢，因为这个池塘结冰，细汉的这个丘吉尔，伊就伫这个冰顶面来溜冰啦。这个冰还佫上过薄，后来落入水里。迄个时拄好伫伊的厝内一个园丁就马上跳落去，然后甲伊救起来。但是咧，丘吉尔伊就因为安尼来得到喜验。丘吉尔的老爸嘛是真欣赏这个园丁的囝，然后就栽培这个园丁的囝，也会当努力去读册，结果成做一个科学家。后来这个科学家就发明一个消炎这个消炎的叫做盘尼西林，这又就是伊发明的。
就是即、个管家的囝，吼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伫北非开军事会议的时，丘吉尔伊亲自飞去开会，突然间因为伊发烧，然后伫用专机请人来找这位医生，用伊所发明的即个盘尼西林，将丘吉尔来甲治疗好全国的人拢真甲伊夸赞，然后即个医生即个医生伊就引用圣经的一句话，伊就讲我所做的，是按照上帝所赏赐我的气力来服侍，无有通夸口，愿一切荣光来归乎父上帝。我无啥物，所以兄弟姊妹，这敢毋是就是咱今日所看见的圣经在内底所讲的吗？伊讲，咱彼此相服侍，是亲像用上帝所赏赐的力，互上帝对耶稣基督伫万事顶面会当得到荣光。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毋是凭着家己的一时血气跟热心去服侍人，安尼是无法度通继续持续的。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恳求上帝，互咱有智慧，会当知影要安怎样敬信祈祷，常常伫敬信祈祷的中间，了解彼此中间有啥物款生命切切的需要，关怀因，帮助因，互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恩赐的能力来发挥出来，靠着主的气力来成就上帝所美好的心意。顶礼拜日，咱有洗手爱无限，咱伫圣诞节的时阵看见遮的10几位的即个里民行入教会，咱有机会咱会当做伙来关怀。牧师伫祈祷中嘛看见，有机会当咱若有机会要去探访的时，咱嘛会当邀请里长来跟咱做伙来做即个关怀的行动，互咱关怀一个人是透过三甲无共款、外口的无相款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做这个关怀，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做伙用行动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气力的赏赐，互咱会当领受恩典、恩赐的气力。你伫祈祷中谨慎祈祷，甲上帝求上帝帮助你，找找到你的恩赐的能力，要安怎样来服侍主。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恩赐的赏赐的内底，每一个人拢会当彼此相挺，挺伫姊妹水的人，求上帝帮助咱，互咱能领受到更较侪祝福。按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你是赏赐活命的主，感谢你，搁一摆透过你的话语来丰富阮的生命。当阮用祈祷来援助你求讨的时，阮需要定心认目。伫阮的生命中，阮是何等的需要上帝你恩典的赏赐，互阮会当来完成主你美好的心意。虽然伫阮的生命中间，阮了解，阮有侪能力真欠缺，但总是阮真求讨，阮真意爱，就是会当伫阮的生命中间，会当毋那享受上帝你恩典的赏赐，阮更加会当做伙。伫上帝你疼人的计划内底，阮用祈祷、谨慎的祈祷，用阮了解彼此的需要的行动来疼对方，因为安尼的疼会当来遮砍、保护还未认捌主你的人的生命，互因会当得到真实生命的帮助甲祝福。主啊，赏赐阮的气力的上帝，当阮彼此相款待的时，阮也学习无法怨言，无得拗念，伫你所赏赐的生活内底，做一位恩赐的好管家，互阮的生命活出百般恩赐的生命色彩，来强盛你的教会甲百姓。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伫咱的生命中，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常常用疼来彼此好款待，疼伫姊妹岁的人，也当疼伫
真正生命有需要的人的心照。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我要听你入我心，求上帝赐福咱，互咱会当将咱的信仰的生命，是伫听的内底来听伫滋味水的人。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因为上帝爱你听我，我要听你入我心。帮助咱，因为上帝遐尼听咱，咱嘛得用听人的心，是爱听入咱的心内，将上帝的听来发挥出来，是透过伫听的中间、听人的内底来发挥上帝所要成就美好的心意。心头有出咸有人知，悲伤的事需要了解。